嚟到上車首選嘅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480尺嘅緊廚嚟嘅。我哋睇下會德豐480尺緊廚嘅兩房單位開成點啊！好啦，呢一個咧就唔係交樓標準，係發展商嘅大裝修家私單位嚟嘅。一入到嚟咧，見到就會係廚房嘅位置。不如我哋睇咗廚房先啦，有晒明火煮食爐啦、西門子嘅設備啦，呢啲全部一應俱全㗎啦。咁亦都會有個大窗嘅。大家見到咧門後邊咧仲會有一個鞋櫃嘅位置嘅。咁呢個我非常之中意，因為如果咧冇咗呢個位置咧，有時就喺客廳嗰度咧特登要擺個櫃擺鞋咧，未必擺得晒。好啦，見到飯廳個位置咧擺到張4人台啦，呢邊個空間咧都夠晒嘅，而且客廳個位置咧，呢度都非常之方正，非常之分明嘅。大約咧就有4.7米乘以2.6米。咁行翻出去咧就會係露台個位置，露台咧就做咗一個3合1嘅設計。咁所以見到咧可以擺台擺凳啊，擺晒你種植嘅植物咧都冇問題嘅。而旁邊咧就會係冷氣機平台嘅位。好啦，我哋入去睇下啲房間先。咁喺走廊咧，右手邊呢度係浴室，咁呢個浴室就淋浴間設計啦，而且都會有窗嘅。大家見唔見到咧？會德豐佢哋呢一幾個嘅發展商本身嗰個示範單位咧，全部客廁啊都會有窗喎，咁我覺得幾好。跟住另外咧就細房呢個位置，呢個細房咧就2米乘2米，本身發展商就做咗一個兒童房啦，咁單人床啊、衣櫃呢啲擺晒冇問題嘅。另外咧就主人房，咁主人房空間咧都相當之夠嘅，因為都有2.1米乘2.6米。咁擺到雙人床之後咧，呢度就冇三邊落床啦。不過呢度咧就會有一個空間咧，俾你可以擺到衣櫃啦，同埋一個細細地嘅化妝台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實用面積480尺嘅兩房緊廚嘅單位。咁嚟緊咧就會開放示範單位啦，同埋會有價單出㗎啦。如果你哋都想密切留意呢個盤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 我啦。拜拜。